马踏花枝，上刀山烟西。样板唱得好嘛，哈，好，哦，没想到这主持的节目也唱过呀，刚好唱就唱给了哈。哎，虽然讲系根本也喊得输诶，唔怕胜不骄败不馁，喊得来你的主厨嘞，好主菜，知嘛？根本也你的主厨，要教大家做哪出的安样的托马豆料理。哎，你的番茄海鲜起司饭，番茄海鲜起司饭哦。古说根本也要迄四川的料理。嘿，用到盆底对，用到迄个托马豆底部土里。好，嘿，迄是先来切托马豆，好，来切下来。哎，然后我用那底部的线啊，背起来，好，等下来做咧盆的时节啊，我去做酱。哦，底度的安样的。内容捞起挖出来，系啊，然后攞杯咧，我杯等下哦，几只捞个盆，煮好嘅盆啊，用到底部都去。哦，捞起做饭用嘅呀，系，好，捞起来捞起白白的。色彩同埋都係整然嘅樣嗬，有時係較酥，有時係較生，哦，唔過沖傳統要撈起一樣嘅口味啊、品質啊，要保持到同樣，整然就變到用罐頭嘅。即係唔係講誒，有時係用米絲下葱，有時係用米絲下淡，佢就會撈嘅同埋豆嘅一樣嘅熟，也係生，較熟也係生有關係。做埋也面要切解一度咯。因為等下冰嘅時節含唔會，唔會一樣空翹翹，空空翹翹錯。伊講到，嗰啲토마토啊，講係用咧條其實是要緊啊。伊講你係時節，阮토마토哦冬天，要注意咯，冬天，你係時節凍水，要注意咯，要凍水嘅品質啊唔好啊。而家你係係選咧乾條嘅時節，並係選咧品質好好嘅，好，佢嚟做咪以後啊。好，用一樣嘅紫洋葱，停下來炒盤，紫洋葱落嘅一樣嘅普通嘅白色嘅洋葱有乜嘅冇同樣？其實很多香囊是咧色頭好醬，喺你都係炒咧東西嘅時節啊，配色啊，配咧會好醬。等下來切掉咧高麗菜，高麗菜係用炒嘅，係，其實應該講。我看啊，有乜嘅材料啊，就是簡單，但是哦，用點把點心來煮啊，煮了是用冇香濃哦。啊菜啊是點從咧來炒盤哦，好做成炒盤。嗰陣冇聽說要用高麗菜啦，係啊。假使係用葱嘅嘛做的？用葱啊，用乜嘅材料，喺你哪會多材料先做得？好，你是用嘅。蛋哈，然後你啊回散，好，等下切的，好了，哦，還有一啲魚肉，呢係鯇魚，鯇魚，係鯇魚，其實按嗰啲賣都好，蘑菇條啊，是啲魚到嘅，就深海魚啦，它太米嘅，然後輪切按樣嘅，然後切下來佢做得撈佢，骨頭撈佢切嘅，好好處理啊，像嗰啲台灣嘅台灣雕，又沒好好處理，係啊。炒飯哦，當到媽媽全部就會炒，唔過炒到好食冇食，真係技巧當重要嗬。咁你嚟看你嘅師傅樣板嚟炒。一炒盤啊，油啊、鑊啊，你都算當重要。嗰時候炒飯都帶要用油較多啲，係油較少啲。會好多啲，你講好多啲。你咧亂係啊，亂都會做嘅油。係。它油唔老，咁個亂會硬鑊嘅，盤係時間未會硬。好，少啲。好，油啊，它捏到嘅，油按用沖起來當沖，冇膠就會沖嘅用嘅煎軟包用嘅，冇嘅沖淺嗬。油唔關。都咁樣嘅傳統地度嘅咁樣嘅，冇嘅全部做太雜。像啱啲個炒卵幫啊、炒卵啊，一定係攞啲炒半幾樣嘅去起泡，
哦，遐梅头会好香，就会较香。嘿。好嘞，你下下就姜嘛个。一般的高丽菜先煸下伊，一般使咪炒粿梅头啊，炒香，哦。你回山去之后，切只爱炒之后咧，你讲人会讲会处理过，你讲迄个豆腐下，你像春汤要按豆腐去好弄，系啊，总之讲你讲，嘛家要杀过啊，嘛家要破过啊，吼，真好麻烦。你炒的时间啊，吼，爱金鱼来煸一下，嘿。嘛个都是，人就去了。哦，那这也当好用诶。没有煸了啲离香料，吼。但是啲嚟个小锅炒一下，你做唔得炒香鱼，炒香鱼话我们变腐。然后胡椒粉，黑胡椒，然后个意式香料有没有东南买？哦，一般家用的开卖场、超市啊，那都穿新的都放方便的。对啊。好，那个头马豆。一粒就好诶哈，一粒的量就做得了。我其实我要切几道菜哦，是穿不穿就来去煸下伊。哦。哦，就拍。所以去爱讲，今咪。冻就煮会泡啦，啊不啊，湿做的来做了，菜没做的做一下，吼，小个发掉东西啊，吼，小个来去用心做一下，啊不啊，切菜又冇可能。系啊，尤其迄个用的隔夜饭啊，哦，隔夜的饭，天意，它有冻好炒哦。对啊，天意拿来炒饭就懂，因为它早诶，个水它。不去熟起来，有冇？就会较好炒。无听早就讲，家己的饭就拿来煮糜。即系煸掉梅头，就咧头马豆，多几块。呀，cheese片迄面用上去就好诶。用上去就咧。又迄小虎食色的时间，又迄夹个福利的时间，要办。下次比较是那个，以前系2张本，1张本，1张。家己的饭就是拿来煮糜。即系煸到梅头，煸到头马豆酱。头马豆酱。还有煸到盐。煸到盐。还咧主厨还有耐心无？迄个就规罐的捞去打过来用盐的，哦。好。直接炒未冻好势啦，冻红埋咧。嘿，不过按用当中，迄个买钱啊吼，就吃到迄汉堡，按用加车的感觉。不过迄加时都不卡啊，按用就做得嘞，整日的规盘的本钱，你就当欢喜的。不过今边你可以用传统的规件来出菜，古时候今边标到压低度，对嘛？做一下หั่来，小个来用到当个用起司去烤一下，迄个就挑签，你用高丽菜去炒开梅头，挑背啊，走煸到水分去湿到要切，你话要高丽菜标准的，是来感冇可能的感觉。那边有汤匙的。好，来。
要鲜一点不好酸。係啊，有就会甜甜，同埋豆浆的面丝。等下還有cheese 用我來烤一下，還有cheese的感覺。哎呀，就做得飽咧吼，等下係是那咧哦，tomato咧。好，給呀。一炒好咧，嗱，所以攞去變到咧 tomato，tomato 啲白肚。呀，cheese 片係咩用？用上去就好誒。片上去做得咧。好。哦，要先也聽出當好食，又有 cheese 又有 tomato 醬嘛。所以生意講嘅看到咧，佢只 tomato 嘅時啦，有上次生意是冇選。其實咧吼，對先，吼，攞去做呀，冇強落嘅感覺吼，規隻佢一定是強。哦，好少哦。哦。其實攞去烤一下，哦，伊講豆腐下，但是係冇咧烤箱啊，嚇，哦，因為做得那種你冰到，呀，包個啲白肚。係嘛？用咩個用啊？本佢起下咪做得啦，係啊，佢應該冇嗌你計則出來啊，用到包個啲白肚，嚇。咁用下杯會出貨難冇？唔會。有個師傅，你 tomato 佢自家要水，你要翕得。哇，你看下白盤豆漿，哎呀，有一盤的哦。係啊，其實我咧係幾簡單嘅，學炒盤啦。壓盤啊，就帶咗你幫我拉嘅帶飯。好，之後，有蛋糕，可以用到香料，好，燒一啲，佢個梅頭，如果係那種，佢片豆漿有西芹葉用嘅，看一下，呀啦，就當針，呢個呀，哦，係啊，之前我做咧焗烤啊，咧對哦，準備掉到蛋糕，意大利麵，等下咧。烤好嘅 tomato 蛋糕咪俾。好，日下係咪 tomato 好誒？你咧先咧全部嗰啲味道嘅明白。因講豆腐下，冇嘅，烤箱明白是小哥你煎一下。我是講叫佢全部啦，其實是用到水咪，你水先煮一下，用水蒸氣熨一下，直到佢嘅氣質融化就做得咧，就溶就做得咧，用喺呢個熱天烤到樣嘅，烤到像魚烤樣，炒幾米拍，喺用嘅起司片嚟嘅呢個，加三明治啊，嘛，切隻是做得是嘅。唔過我知道係你有烤箱，烤出來感覺較好。係啦，還有像哦，你烤出來要色吧，會好醬。係啊，你看按用就有按用焗烤的感覺。係啊，所以冇強烈嘅感覺。種功夫，唔過按用的感覺咪以後啦。係啊。而家咁樣，像要來強硬下，強硬做下，也是冇強烈嘅感覺。對，還蠻喜氣的感覺。係啊。好。最後喺度講，夾下關，日關好好用。好，我味道咧，要從呢啲春湯嘅感覺嚇。好。好。好咧，你阿邊個煮嘅飯，好，你出料理係番茄海鮮起司飯。煮好咧，再來搶下你根本嘅養嘅小虎來試試。番茄海鮮起司飯，將 tomato 嘅芯剝出來，切幼幼嘅；蔥頭、玻璃菜切幼幼嘅，黃嘅切短短。然蘿蔔炒散，再加蔥頭、玻璃菜、黃嘅下鹽，向下炒，再加啲意式香料調味，之後將 tomato、番、鹽、tomato醬放落去向下炒，
添炒好饭，并喺토마토底部蛋糕咸 cheese， 并喺烤上底部烤到 cheese 溶脱，做嚟摆盘就上手喽。